點解你成日都係高買低賣呢？因為你唔明一個道理，兵者詭道也。後生仔，你咪真係以為個個都識賺錢啊？實在太天真啦！股票市場2成人可能賺錢，但係8成人一定輸錢。孫子話齋，兵者詭道也。股市就一個蠱惑嘅戰場。今日我用1分鐘同你拆解3個最常見嘅散戶陷阱。第一個，吹水陷阱。當全部嘅媒體、自媒體、KOL 唔同片都同一時間吹走一隻股票嘅時候，通常就已經太遲啦。就好似泡泡瑪特咁樣，當全世界都話 Pop Mart 辣咕咕冇得輸嘅時候，300蚊就見頂啦。當大家以為會嘅時候，就變成接火棒。第二個係圖表陷阱。當大家以為一支陰燭打落去，全部盤指示晒嘅時候，突然之間先低後高升翻晒上去，呢個就係震倉。震倉最成日都令到我哋賺唔到錢，就因為我哋俾佢震走咗之後，冇再跟進翻。第三個係恐慌陷阱。當全世界大家擔心嘅時候，反而我哋應該唔擔心，唔應該俾市場嘅情緒影響到我哋嘅專業判斷。所以當下次再聽到啲咩必勝嘅 tips 嘅時候，問一問自己，你嘅認知準備好未啊？